了，老是饿着尿啊，蛋茶冇见了，田螺冇见了，冇听人帮我个奶仔了，哎呀，俺们尿个尿打死了你，我给开水啊！哎呀，老公，太累了，我走不动了。累了呗，就是，嗯，就走不动了呗。嗯，你等我给你想办法啊。这个行不行啊？行，老公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老公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没事吧你？哎呀，啊，不差了，不差了，不差了。哎呀，不差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快，别烧！下好大的雪哦！你洗一个，我是讲太脏了。小姨，快过生日了，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圣女，这是滚！你是不是又皮痒了，小帅？几天不收拾，你想咋的了？还是？当然。哇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挺贵的吧？没事，只要你喜欢，多贵我都会给你买。这么好呀？呐。你哪来的钱买的呀？不花钱，零首付，就是剩下贷款你还。那咱要输了的话，直播了，直播了。咱要输了的话，跑原地跑步1分。你是直播了吗？阿婆，我帮你提。不要了。要的。啊！你看你这个猴子。小姨子啊，电脑给我玩一下呗。我在玩，等一下。你给不给？我不给，我打排位呢。不给是吧？砰！呀砰！好硬啊！小姨子玩什么呢？二进。呀，怎么撕了？我操！我来帮你唱，我自己唱，滚！天天整我，操！啊！你给我滚！我今天把你弄死你！给我滚！哎呀，等一会儿，轻点。哎呀，疼啊！马上要。哎呀！哈哈哈哈！媳妇儿，你的口红啊，老板，别动，把手举起来。别虐啊！配合我干点事儿，走不绝。行。人生中第一次在飞机场吃西瓜，倍儿爽！哈哈。